接下来呢，马上对看。这个一位是于上海平台头的何志廷，的手机平台头的徐新玉，师兄妹合作上档。何志廷连载了50年代，得了一个兄弟叫何培廷，弟兄上档呢一派当红，是听众们所熟悉的来源有者。徐新玉，各位听众也并不陌生，你呢诗两声看腔，唱两声实调。去推敲，就越听越有味的。现在就请欣赏马声对看。当一场把位置去向三小人得是的龙庭镇，欲进府门，只可见一张条子，奔赴欲马施激动儿一名牛仔所来。那么像我这马声对看做第五人。吹响舞队，我不是童儿，童儿舞队，路一浪不得地当，当头容易，神功必当。但是考虑到进厦门要有人来做个准备，我一无亲二无亲，这必时候。俺把好马子相夫加一上拉手，人们说得来，一头送的红豆是为几杆子喉咙。哎呀，苦啊！不认出来，那么再呢？哎，口杀你呀！我还没认出来，看上去只能用个把胸子眼子。哎，八字出去，非是一个认出来了。科门人王进都开队刚对刚的，勤恳早起，那个王八蛋在外旁边哭哭啼啼。颜色一归我们出来个大块的总共家你做的，人红上能立起来，待我死了吧？不对，这是假的。不可见我不死，可见我就死。嘎个那非要救不了，见死不救。来走，口口里面装有2斤3家嘛，他把家里倒进倒里背，我一上水吧，站住！哎，不要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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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到了地方你坐下了吧？是。哎，还是一个小孩子。哎呀，小孩子啊！位置太高起不了来的，不是一招。年纪轻轻的为什么死啊？你要好好的告诉我，我二太爷帮你的忙。谁拉的那个2、3话，连门单我们凭自家3寸不来之实，百位上当。这看位置也经相夫看了秋香米拉带举地内吧，如此嘛不过大人。放屁！哪个不叫我二太爷？你叫我不服啊？瞧不起我？刚个，叫你爸爸不当你长辈自家人。啊，你估计这你他呀，只有人这么没法，如此嘛二太爷。听了。讲吧。住在什么地方？哪？龙轮走万水，收这亚马龙，还有往给嘎个讲啊？那你们爸爸妈妈怎么样？
十七上。那后来怎么样啊？自家大人也不能够讲个名字也换特的儿童爷。我是新康明熙家贫苦，康轩呐、是哦，为啥要给康熙？健康的康熙肉的熙，当然有道理。这康熙两个字啊，不得当人之气。谁知啊？我叫康熙。我问你，你爸爸妈妈怎么样了？那只因是与上帝娘那后来呢？儿推母亲话皮领对母亲。那么舅父怎么样呢？哎呀，儿推死了！混蛋！怎么我二胎死了？我家母亲死了。你讲话嘎嘎头的。是。什么时候死的？那谁去谁出去？这是哎呀，那么你舅妈呢？那去年在家问他我娘家是他军高人，我觉得了。那后来该怎么办呢？哎，我是无可奈何呀。可怜我对亲不女为斗命。时候下班，那我是进退两，绿落大马龙鼎镇，若人得见。对亲不女流落他乡，而推你快快放手，还是对我死了吧？坐下，不要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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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反为不斗，手罪龙不落，上罪对亲，对亲不女为送罪，如果该打，谁晓他龙鳞的受罪的不如，伤得起并想要他特意，我来个落子吧。好了。二太爷帮你的忙啊，给你2条钱，拿了围着苏州去吧。我有慢慢语文，你妻儿动的娘为得送去，而为留的，为被二太爷内生不要。为什么不要？我为得固守上不披瓦，下不衬头，与的死在送去嘛，为是死在这里的好狗儿不要。不要，不要，太少。他算的，他算还非要，我给你10两银子，拿了，回到苏州做点小买卖，不是也可以过日子了吗？哎，自家看起来个大块头了，良心太没狠，不我10两银子，不了不人家一个，不我不要。哎呀，为兵而开，内生也不要。为什么？想我必是不落来呀。我鸡不能挑，水不能提，手吃也塞空，10两银子么就老虎吃苍蝇，用我花人生就一死，有的死在松水嘛，还是死在这里的好。你口中这块龙月的呀，别要死了给他了。
别怪人家害我讲我不领本金这一点不退的，都你银子也实在什么都没占。你说，这么要是那么要是你怎么样以来你又不是你说？哎，徐老的那个在我儿推你内生的心有美身对看。原来你要到这儿来卖身，真是。哦，这个条子帖子上有人来问询，因为要识字的，连科举上有机会不肯走。哦，那你识字不识字啊？不是这个高牛呢，要是推来不推去，到比里向挪当的是高的不来听听。向内生的正经诗话，季节佳能，诗赋文章，草草无凭。我问你识字不识字，你叽里咕噜讲什么讲？哦，你不懂，我乃识字的。识字就好了，识字就好了。好，几岁了？今年24岁，说起来特到不在第二，我说的是一地方，特是一在，总是记不来看看。这样我乃是昨日起跨18，那10周年里我就是上8号行出来。哦，就是几跨18。相信你识字，年龄相当是，找一个亲戚朋友来，马上可以做一个中保，耐心投考。是，龙子半日的神女也中保，哎呀，我为子不中人吧？你是不是哭错了呀？哎呀呀，儿太医，这次龙庭军上异乡客的举目无亲后来中保，没有中保那个不行，不行。能非请儿太医做一个中保吧？我跟你非亲非故啊！这倒不妨，这也是一个亲戚呀。我跟你认的亲，认什么亲啊？你看认什么亲啊？我已经3年的亲就有点这样，没机会了。他跟我认亲，叫我认爸爸。他是我的儿子，不行，老乡爷晓得我没有讨老婆，没讨老婆哪来的儿子啊？叫我声哥哥，我叫他声弟弟，没有这样的大哥哥，没有这样的小弟弟。有了，你姓康？姓康。那你爸爸也姓康了？东门他的当然姓康。就说你家爸爸叫康老三，没得不接待了噻。是。跟我几百弟兄。我比你爸爸小那么几岁，我跟你爸爸几百个弟兄啊，我就是你的，你就是我的那个，你就是。那伯伯听啥子？我是你的孙儿，你是我的三龙大人。聪明，我手指半压分手出来，不离手就手出来，还是这样讲。到早就我了，您这里立起来许此么三龙大人，先生人别客气，别客气，舒服。是。恐怕还没有吃点心啊。吃够了。不要客气。你要从西龙南河去第3，去不到第3个，为这叫马氏这大兵，终于寿终之母，泡沫红中，来，请客。我那么上次不在，这山崖落内大兵当饭，红绒哥哥你的妹子都是什么？你等一下，我禀明老乡爷再说，你放心吧。是，当然。因为我阿叔人想了，马六。吃了当，几根不是分一个分量呀，一个秋子丢出来。石龙大人辛苦了。太师以怎样吩咐？像关着那进去，老子说，估计那个地马上温中我洗不成我功了。不行。怎样？老乡一说原来是要的，现在时间久了，不要买了。那么无解。哎呀，总要石龙大人帮忙的。别着急，我是老乡爷，外边来的不是敌人，是我的侄儿。老乡爷一听啊，就笑嘻嘻的。哎呀，你老人家为什么不说？您老人家一说你的侄儿呢，我一定要买。看在你老人家脸上，我一定要买。就是看在我的脸上，要叫你进去看。我老太公了，这东西什么？妹啊，怎样？有一句话我
我要告诉你，什么话？老乡爷问你几岁啊？你该应17岁，你就说17岁；18岁，你就说18岁。你不要做了夸，你一夸老乡爷放屁。哦，吃那个锅头嘞！是。于老师背影里来了，嗨！这小王八蛋价值不错不错。林大二我是有关着等一等，啪，小门里打进来，红色已经要马个东儿麻烦着呀，龙林镇地方小呀。今朝听见王进来讲是俺个吃当嘛，当面口。现在听见是人大字来，怪着海里进来，二长，这啊，老乡爷传是来了。当把红个上声音溜进来嘛，你喉咙还中气足，所有地方嘛口唱了，宋金所有上到上头了。回到方舟浪，抬到真亮浪了，叶子顶住对3个秋子忙着下来了，米兜里2次星期不出来了。好生当中肌肤之鬼，不为台北，了随观看。好了，无理一些，啥金是有好相貌啊！这个好相貌，不超出来马身。太师一岁上，内身及太师一口走起来，都是太再攻一把，一浪一列。可是来了就是莫不是要事。虽然门口当面再要隆隆清赏，新人临罪，心康明修，哪里认识？公说今年几岁了？豆豆，你几岁的？丽听啊，别哭啊！可是你放心，我们不是这样讲。今年28岁。对，王金妈妈没好个18岁，都那个做东西搞来还啥的？空实是当不过啊，你谦虚点啊，你不管。等比你想我当出来，也讲向内生师傅文章，草草无凭。是，看是。广东，我们俩说是那位当我说2个字嘛？师傅文章草草无凭，那倒不是我经义说经义家的。我晓得呀人，我一人之下，百万人之上。你自家看看现在啥个处境啊？最对芙蓉啊！别忙，他光回头里你要服务听过，你说些你哪些灯光呢？可是味道，我家里带个狐狸，带不出，运他的2、3年里走路。既如如此，老夫欲上礼，命你对公下令，能对非？就对个不合理是必当。三个在平台有唱着开篇，还是不必摧毁之力，请太师上礼。啥个周上礼？谁弄呢？当这个吃劲来讽刺呢？挖苦呢？听了是洛阳上下绿荫神用心。我要对经过俺爷爷啊，谁是说明你3个月够容易，烈日当空，够得10笔神交，真要不要他阳所杀。心里想，还有啥来个不是错吧？女错吧？他都会懂，你对一无所余。正要为难之际，看见一口美容洋女子，太阳照了让下头，与一滩石印，然后抱一抱，抖一抖，不被太阳所杀，相当于难得我得来马身头看，就是抱得子石印滴落。你这样的痴境，口出狂言，
你还是不配，不敌应对不来，俺明白。明白。哦，你当我弄不落了来的，这我乃是为子政府让我吹响了来的。那么民人不知何事，那河里向也落地口风不来听听，刘家私送河里进来了，乃生对是哟，再次命令，待会中去相迎门。我阳上下里待归中去，我绿荫人里相迎门。你分明是来，不是慢慢就来的，是我红山做好这个名气。三姑娘桂花盛开，香气四溢，你门若子香米来投奔我的。对里向打磨皮，听了老叫失意。好节子，好啊！我说你当不好啥个意思呢？待会中去相迎门，待会迎门侪不怕用上。此其三字叫中去相，中秋生读中，中去相。本来一来也不来个，口中读去相了来个，不得应对不来，阿觉得。不觉得，好嘞！他这样的机会，你要多少身家？从来不骂他个，不知市面上的高牛来要买几个东西，一个为数人头了，为数斤头，不晓得。你想有着，不知哪把你想出来？请太师够这么一够。哦，你们是够懂了讲够不够？时机将来。我落鬼子，我也没，这是一年。不是水用口口啊！给说好的，5两50帮5两，不可能5千，不是个50到500之间。啊，我要懂得去。龙鼎镇一般普普通通买个东西，80两银子，面孔标志的100两10两个是150两，能够带个玻璃200两。这里这个250两，我一个300两行要400两毛里下来500两跟一个。哎呀，是因为500两分，这是龙鼎镇高地区收罪的讲好做好只要50两，我为500两要回出450。我曾有为50，不肯高到500，老看。不过看我个实干好，可是50两而已。啥？这是50两？玻璃毛毛他老袋子。是啊，50两。1块分为500两，为500两为充400啊。50两比牛太紧，不举啊，不举。那也对呀，太举呀，那么法子就这样。哎呀，老太师内身虽是分分不起嘛，于是心有悲。是啊，你这么但是心里闲话呀？为子吹下一个东地不挪，还心有个。一想不眼睛，这个流动了，但还补一补，你只讲不落，为兵老太师。想内生乃是姊妹之身，哪里这50两分银尚在身旁，已是浪费，倒不如身在相夫的账房之中，择地取息，依着将来娶妻之费。身在账房之中嘛，岂非是分文不取？我现在有听的呀，来啊，民众过节来代谢卖身啊！哎呦，不觉这张2大半一小那个太怎啊？我来说啊，太师，这场美声风气嘛，能飞上内身是心了吧？一来众人讲，老中国小要带得飞，
女人之间何文好两个字，一本扣一个要不上来，只预备一些带他死死满身啊！第五人过来，他的都正好一声，来吧，来吧，来吧。对，当保险奴力气，来，是我某们。我。老兄啊，来弟啊，这个我气啥子不气？别气我！现在不是来个你要来个美呀？我见你我们的上头太灵欢喜么个？莫吧，你假使个莫你低多了，想要门的一个么神就叫你莫别进嘴不去吃发嘴的莫吧。说这个没得我还顶两个啥？嘿，你太灵欢喜了，来呀来呀！我莫走我想起那个早个，你要用人，我要用人，不怕不是来吃好吧？他再累不想累得一点啊，哥哥。些地方的与你打去不是真的，对我自己来谋吧。当我来了，来这边空带我弄个呀？来当我这个意思嘛，我不要摸的吧？不然我摸了那朋友，我不要我摸。拉起来，两大步就两大步呀，下次一龙战，说到洪山水里面来了。晓得这两个是不特别，何文好嘛释放中国好，你个人冷眼睛，细细叫欣赏一下。那这两根手在上头一口，好，一好呀，动写个写，花得。真卡还有侧体还有肘体还有血力比松体保卫那个啥有，你那下的啥个名堂你哈？历其人康熙，饲养中北王政，为因父母伤亡，父义无告，对亲蒙拒去世，举娘在家，军家你拿小上写，用不了呀。对亲不女又是为州受罪，在追路上24班上一个内急斗3口一头，好子一上马一上，好一马一个，你为啥啥个名堂？想说台湾的哈，金太亮呢，有人斗技巧，与说王进引领进门进故乡以当于是古代的三面一人身家人子50两头在蟑螂之中，照地七彩一炷香来都有之非，肯定周家3下大气，拉在拉不成。马儿之天平改名师傅，唐于100亿周也可以插销改造，绝无有疑。哪个人还插销了？难插销还是个放弃了的呀？哈，所以送上去我美来等人国有天命，当偏让个去插销大去。那个人难送上去啊？马身之后，并非一代是子孙孙，可乐终身。假如江南守罪妇大女儿，常归为山堂上举头日不西山，大王土地家中居士，今年1日8岁，3月5自己生，对起。但是先生通手头啊，这张男孩是马什么企业？想都破内为马特身体想不成。哎呀，重心想，我欢喜一个人用不着重心想。来了，你办着当不好不当的老他是，三个居民张天师来预防死之。马上那刻就送倾听我党。上。那后来怎么样啊？自家大人也不能够讲个名字也会特的儿童音。我是心康明熙家贫苦。康轩啊？是。哦。为啥要给康熙？健康的康熙肉的熙，当然有道理。这康熙2个字不得当引之气，谁知我叫康熙。我问你爸爸妈妈怎么样了？那是因自有
后来呢？二太爷，我听话比邻对某句。那么舅父怎么样呢？哎呀，二太爷死了！混蛋！怎么我二太爷死了？我家某句死了。你讲话嘎嘎头呢？是。什么时候死的？那谁去谁曾经？在身哎呀，那么你舅妈呢？那去年在家问他想。伢一是他军高人，我觉得呢，那后来该怎么办呢？哎，我是不可奈何呀。口里我对亲不女为斗名。是够下班难，因为要识字的，连科举这样一个机会不肯走。哦，那你识字不识字啊？不识这个高牛呢，要是推来不推去，到底里向罗当的事讲的不来听听。下内生的正义是话，积极佳能，师傅奋战，曹操无凭。我问你识字不识字，你叽里咕噜讲什么讲？你不懂，我乃识字的。识字就好了，识字就好了。好，几岁了？今年24岁，说起来太大不在第二，我说的是一地方，他是一在，做事情不来看看。这样我乃是昨日起跨18，那10年里我就是上8号行出来。做事情跨18。相信你识字，年龄相当是。找一个亲戚朋友来，马上可以做一个中保，卖身投考。是。龙子半日的神女也中办，哎呀，我为子你不中人办，你是不是哭错了呀？哎呀呀，二太爷，这次龙庭军让异乡客的举目无亲后来中办，没有中办那个不行，不行。能非请二太爷做一个中办吧？我跟你非亲非故啊！这倒不妨，这也是一个亲戚呀。我跟你认个亲。认什么亲啊？你看认什么亲啊？我已经3年的亲就有点这样，没机会了。他跟我认亲，叫我认爸爸。他是我的儿子，不行，老乡也晓得我没有讨老婆，没讨老婆哪来的儿子啊？叫我声哥哥，我叫他声弟弟，没有这样的大哥哥，没有这样的小弟弟。有了。你姓康？姓康。那你爸爸也姓康了？东门他的当然姓康。就说你家爸爸叫康老三。你得不接对了噻。是。跟我几百弟兄。我比你爸爸小那么几岁。我跟你爸爸几百个弟兄啊，我就是你的，你就是我的那个，你就是。那爸爸听啥子？我是你的孙儿，你是我的孙大人。聪明，我手指半年分手出来。不离手就手出来，还是这样讲。到就我了，您这里立起来许，怎么宋大人？有2句3家嘛，他把家里刀进刀里背，我的上水包对，站住！哎，不要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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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到了地方你坐下了吧？是。还是一个小孩子，哎呀，小孩子啊！位置太高起不了来的，不是一招。年纪轻轻的为什么死啊？你要好好的告诉我，我二太爷帮你的忙。谁拉的那个2、3话，
连门带我们凭自家三称不来指示，百位上当。这看为子也经相夫扣了秋香米拉对举地内房，如此嘛不无大人。放屁！哪个不叫我二太爷？你叫我不服啊？瞧不起我？讲个，叫你爸爸不当你长辈自家人。啊，你呼吸着你他呀，只有我人可能没很，如此嘛和二太爷。听呀，讲吧。住在什么地方？哪？三姨娘龙内走房去，收这亚马龙，还有往给嘎个讲啊？那你们爸爸妈妈怎么样？十七不进退连，绿落大马龙庭镇，若人得见。对亲不女流落他乡，二太你快快放手，还是对我死了好吧？坐下，不要死！非为不斗，手嘴龙不落，上嘴对亲不女为手嘴老骨该打，谁舍他龙鳞的手嘴的不如，伤得起并想要特意，我来个老子吧。好了。二太爷帮你的忙啊，给你2条钱，拿了围着苏州去吧。我有慢慢语文，你妻儿动地娘为带手举，而为女的，为本二太爷内生不要。为什么不要？我为大姑手上无披瓦，下无衬头，与的死在松举嘛，为是死在这里的好狗儿不要。不要，太少。他说还不要，我给你10两银子，拿了，回到苏州做点小买卖，不是也可以过日子了吗？这俺看起来个大亏头了，良心太没狠，不我10两银子，不了把人家一个不我别，哎呀，为兵而退，内生也不要。为什么？想我没事不落来呀，我既不能挑，水不能滴。手吃也塞空，10两银子么就老虎吃苍蝇，永无花人生就一死，有的死在松水嘛，还是死在这里的好。你口中该块龙月的呀，别要死了给他了。别怪人家害我讲我不领本金这一地方推的，等你银子也实在什么都没占。你说，这么要死，那么要死，你怎么样？以来也又不死，你说？哎，谁拉的那个在我二太爷内生了，心有满身对看。原来你要到这儿来卖身，真是。哦，这个条子帖子上有人来问询。留下来呢，马上对看，
这个一位是于上海平台头的何志廷，的手机平台头的徐新玉师兄妹合作上当。何志廷连在了50年代，得了一个兄弟叫何培廷，弟兄上当呢一派当红，是听众们所熟悉的来意有在。徐新玉各位听众也并不陌生，你呢诗两声口腔，唱两声实的。去推起就越听越有味的。现在就请欣赏马生对看。当一场把位置去向三小人的是的龙庭镇，欲进府门，只可见一张条子，奔赴要马司机动儿一名，牛仔所来。那么像我最马生对看做第五人。吹响舞队，我是童儿，童儿舞队，路一浪步到地上，当头容易，神功必大。但是考虑到进厦门要有人来做个准备，我一无亲二无亲，这必时候。哪把好马子相夫加一让拉手，人们说得来一头送得红豆是为几个字好喽。哎呀，苦啊！不认出来，那么再呢？哎，苦啥哩呀？我还没认出来，看上去只能用个把胸子眼子。哎，八字出去，凡事一个，认出来了。科门人王进，杜开头，刚头讲的，勤恳早起，那个王八蛋在外旁边，哭哭啼啼。颜色一回红出来的杜开头，总共加你桌子，您红上能立起来，带我死了吧？不对，这是假的。不可见我不死，可见我就死。嘎个那非要举不了，见死不救。来走，你口口里面装鱼，哪个不叫我二太爷？你叫我不服啊？瞧不起我？讲个，叫你爸爸不当你长辈自家人啊！你欢喜做你他呀，只有我人怎么没个？谁知么二太爷？嘿呀！讲吧。梦中分，大吉祥，一过西湖，去世。苏州人住在什么地方？哪？三一年龙轮走房去，苏州亚马龙，还有黄沟高个叫啊？那你们爸爸妈妈怎么样？围炉里着食菜，啥？那后来怎么样啊？自家大人也不能够讲个名字也会特厉害，太爷。我是心康明熙家贫苦，康轩呐、是哦，为啥要给康熙？健康的康熙肉的熙，当然有道理。这康熙两个字啊，不得当人之气，谁知啊？我叫康
我问你，你爸爸妈妈怎么样了？那只因是与上帝娘。那后来呢？还可以。我亲话毗邻对母亲。那么舅父怎么样呢？哎呀，儿推死了！混蛋！怎么二胎死了？我家母亲死了。你讲话嘎嘎头的。是。什么时候死的？那谁去谁出去？马六吃了当，几根不是分一个分量呀，一个秋子丢出来。石龙大人辛苦了。太师以怎样吩咐？像关着那进去，老子说，估计那个地马上温中嘛洗不成我功了。不行。怎样？老乡爷说原来是要的，现在时间久了，不要买了。那么无解。哎呀，总要石龙大人帮忙的。别着急，我是老乡爷。外边来的不是敌人，是我的侄儿。老乡爷一听啊，就笑嘻嘻的。哎呀，你老人家为什么不说？您老人家一说你的侄儿呢，我一定要买啊！哎，看在你老人家脸上，我一定要买。就是看在我的脸上，要叫你进去看。我了太公了，这东西是吧？哎，妹啊，怎样？有一句话我要告诉你。什么话？老乡爷问你几岁啊？你该应17岁，你就说17岁；18岁，你就说18岁。你不要做了夸，你一夸老乡爷放屁。哦，吃那个锅头嘞！是。于老师背影里来了。嗨！这小王八蛋价值不错啊，不错。林大儿我是有关着等一等，啪，校门里打进来，红色已经要马个东儿马不着呀，龙陵镇地方县呀，今朝听见王进来讲是俺个切当嘛，当面口，现在听见是人大字来，关着海里进来，儿长，这啊，老乡爷传。是来了。当把个上声音溜进来嘛，你喉咙还中气做，所有地方嘛口唱了。宋金所有上到上头了，回到方舟浪，抬到真亮浪了。叶子顶住对三个秋子忙着下来了，米兜里。两次进去不出来了，好生隆重，基辅之鬼，不为台北，了随观看。好了，无理一些，啥金石有？好相貌啊！这个好相貌，不超出来马身。太师一谁人？内生及太师一开走起来，都是太再攻一把，一拉一列。可是来了就是莫不是要是虽然门口当面再要隆隆清赏，新人领退，新康明修，哪里甚是公说今夜鸡那心有满身对看。原来你要到这儿来卖身，真是哦，这个条子帖子上有人来问询，因为要识字的，连科举这样一个机关不肯走。哦，那你识字不识字啊？不说这个高牛呢，要是推来不推去，到比里向挪荡的时，讲的不来听听。
下内生儿，正义施瓦，济济佳能，师傅奋战，曹操无匹。我问你识字不识字，你叽里咕噜讲什么讲？你不懂，我乃识字的。识字就好了，识字就好了。好，几岁了？今年24岁，说起来太大不在点。我说的是一地方，他是一在，总是几不来看看。这样我乃是昨日起跨18，那19年龄我就是上8号行出来。哦，做事计划是吧？相信你识字，年龄相当是。找一个亲戚朋友来，马上可以做一个中保，耐心投考。是。龙子半日的神女也中班，哎呀，我为子不中人班，你是不是哭错了呀？哎呀呀，二太爷，这次龙庭军让异乡客的举目无亲后来中班，没有中班那个不行，不行。能非请二太爷做一个中班吧？我跟你非亲非故啊！这倒不妨，这也是一个亲戚呀。我跟你认个亲。认什么亲啊？你看认什么亲啊？我已经想认个亲，就有点这样，没机会啊。他跟我认亲，叫我认爸爸，他是我的儿子，不行，老乡也晓得我没有讨老婆，没讨老婆哪来的儿子啊？叫我认哥哥，我叫他认弟弟，没有这样的大哥哥，没有这样的小弟弟。有了，你姓康。姓康，那你爸爸也姓康了？东门他的当然姓康。就说你家爸爸叫康老三，没得不接对了噻，是。跟我几百弟兄，我比你爸爸小那么几岁，我跟你爸爸几百个弟兄啊，我就是你的，你就是我的那个，你就是。那哥哥听啥子？我是你的孙儿，你是我的孙大人。聪明，我手指半年分手出来。把你手就收起来，还是这样讲。到时候就我了，您手里立起来许此么宋大人，先生人别客气，别客气，别舒服。是。恐怕还没有吃点心啊。吃够了。不要客气，你要先西龙南河吃点心，吃不到点心。为这叫马氏这大兵，终于寿终之母，泡沫红中来，请客。我那么上次不在，这山崖落内大兵当饭。红荣哥哥，你的妹子，都是说不？你等一下，我禀明老乡爷再说。你放心吧。是，都是。与我阿叔认相了。阿叔。哎呀，那么你舅妈呢？那去年在家问他娘的是他军高人，我觉得了，那后来该怎么办呢？我是奉口来路呀。口里我对亲不女为斗名。时候下班，那我已经退离，绿落大马龙庭镇，若人得见。对亲不女流落他乡，二太你快快放手，还是对我死了吧？坐下，不要死！反为不斗，手嘴弄不落，上嘴对亲不女为手嘴老狗该打，谁晓他龙鳞的手嘴的不如，伤得起兵想要特意，我来个老子吧。好了。二太爷帮你的忙，给你2条钱，拿了围着输出去吧。
我有慢慢语文。你妻儿同的娘为得送去而为对的，为兵儿太医内生不要。为什么不要？我为得固守上不披瓦，下不衬头，与的死在送去嘛，为是死在这里的好狗儿不要。不要，不要，太少，特算还不要。我给你10两银子，拿了，回到苏州做点小买卖，不是也可以过日子了吗？哎，是俺看起来个大块头了，良心太没狠，不我10两银子，不了把人家一个不我不要。哎呀，为兵而开，内生也不要。为什么？像我本是不落那样，我既不能挑，水不能提。手吃也塞空，10两银子么就老虎吃苍蝇，永无花人生就一死，有的死在松水嘛，还是死在这里的好。你口中这块龙月的呀，别要死了给他了。别管人家海公讲我不领本金，这一地不退的，都你银子也实在什么都没噻。你说，这么要死，那么要死你。怎么样？你的你又不死，你说？哎，谁拉的那个啥闲话儿太你内留下来呢，马上对看。这个一位是于上海平台头的何志定，的手机平台头的徐新玉，师兄妹合作上当。何志定。离在了50年代，的一个兄弟叫何白丁，弟兄上当呢，一派当红，是听众们所熟悉的来意有者。徐新玉，各位听众也并不陌生，你呢10两上看起，唱2上10点，去推起，就越听越有味的。现在就请欣赏马声对看。当一当把位置去向3小人的是的龙庭镇。欲进府门，只可见一张条子，本府要马10几动儿1名，牛仔所来。那么像我最马身头靠做第5年，吹响舞队我不是动儿，动儿舞队路子上不得地当，当头容易，神功必到。但是考虑到进厦门要有人来做个准备。我一无亲二无亲，这必时候。哪把好马子相夫加一上拉手，人们说得来一头送的红豆是为几杆子好龙。哎呀，哭啊！不认出来，那么再呢？唉。口差了，我还没认出来，看上去只能用个把胸子眼子。哎，把子出去，费事一个，认出来了，科门人王进，杜开头刚对刚的，勤恳早起，那个王八蛋在外王边。哭哭啼啼，眼山一归红出来的大块的，总共家你做子，人红上能立起来，带我死了吧？不对，这是假的。不可见我不死，可见我就死。刚个那非要举不来，我见死不救。来走，口口里面装鱼2斤3家嘛，他把家里倒进倒里背，我你上水吧，对，站住！哎。不要死！到了地方你坐下了吧？是。唉，还是一个小孩子。哎呀，小孩子啊，位置太高起不了来的，不是一招。年纪轻轻的为什么死啊？你要好好的告诉我，我二太爷帮你的忙。谁拉的那个2、3话，连门带我们凭自家3寸不来之实。百位上当，这看为此也经相夫看了秋香米拉带举点来吧，如此嘛不无大人。放屁！